先生，请问您是怎么受伤的？先生，请问你係用辦受傷㗎？先生，請問你係用辦受傷㗎？我开农业搬运车，摔车跌倒，压到脚。我是农业搬运车，边车跌倒，砸到腳。我是農業搬運車，邊車跌倒，砸到腳。唉，真的是，唉，真緊係，唉，真緊係，有时星光，有时月光，有時成功，有時一講，有時成功，有時一講，有时碰到3天风2天雨，上次拄到3日風2日雨，上次拄到3日風2日雨，要小心才好啊！愛生意怎好呢？愛生意怎好呢？你有带健保卡吗？你有帶健保卡嗎？你有帶健保卡嗎？我先帮您挂号。我先讓你掛號，我先讓你掛號。这是我先生的健保卡，你係我先生嘅健保卡，你係我先生嘅健保卡。麻烦您。麻煩你，麻煩你。先生，来，我先帮您量一下血压哦。先生，我先讓你量下血壓喎。先生，我先讓你量下血壓喎。请将手稍微抬高，請將手略略卡高，請將手略略卡高。我再帮您量个耳温。我個老二量耳共體溫，我個老二量耳共體溫。摄氏36度半，正常。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来，我看一下您的伤口。我量下你嘅傷口，我量下你嘅傷口。您现在会痛吗？还是你哋下會切嗎？然後你哋下會切嗎？然後会痛，會切的，會切的。您的腿可以摆动吗？你嘅腳做得剛挺痛嗎？你嘅腳做得剛挺痛嗎？脚掌可以稍微上下动一下。腳盤做得小可上下挺痛一下嗎？腳盤做得小可上下挺痛一下嗎？没办法啊，了解。冇辦法了，了解，冇辦法了，了解。先生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？先生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先生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张俊宏。張俊芬，張俊芬。好，现在马上请急诊医师为您看诊。好，你下夾請急診醫生，讓你驗診。好，你下夾請急診醫生，讓你驗診。谢谢。是夢，是夢。